乜東東，麥東東，乜東東，豎起耳仔窿，放慢腳步，一齊聽故仔，認識世界奇趣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周清瑜，今年3歲半，我住喺澳門。我有 IQ 題想考下你哋，知唔知咩花生得最高啊？生得最高嘅花，會唔會係喺亞馬遜森林度出現嘅呢？都係揾小朋友幫下手先。記得聽到節目最後揭曉答案啦！大家好啊，我係堂長故事燕子啊！嚟緊農曆新年呢，係馬年喎，等我哋一齊認識下啲馬先。我仲揾咗呢好鍾意馬嘅菲菲幫手做小主持啊。Hello， 我係菲菲。今日呢仲好開心，邀請到住喺澳洲嘅馬房助理 Sammy， 我哋一齊歡迎 Samm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mmy 啊。開始傾偈之前，不如我哋玩個熱身遊戲先啦。我收集咗一啲關於馬嘅句子，有啲啱，有啲錯。聽緊節目嘅小朋友都可以一齊估下㗎。我哋準備開始。第一題，好多小朋友都想知道㗎噃，馬可以企喺度瞓覺，究竟係唔係真嘅呢？係，冇錯啦，馬係可以企喺度瞓覺，不過係咪成日都會企喺度瞓覺㗎？唔係㗎。有時咧，如果佢哋比較攰啦，或者佢喺一個覺得好舒服或者係好安心嘅空間咧，佢哋就會成隻瞓喺度，所以就唔一定係企喺度嘅。第二題， BB 馬一出世就有牙仔，係唔係真㗎？唔係。哦，你哋兩個都答唔係喎，冇錯啦。BB 馬咧唔係一出世就有牙噶，不過咧都好快出咗世8至10日咧就會生第一隻牙仔噶啦。第三題，喺陸上嘅哺乳類動物中，馬嘅眼睛係最大嘅，係咪真呢？係。菲菲答啱啦，馬嘅眼睛咧真係陸上哺乳類動物最大噶。不過如果計所有動物嚟講呢，眼睛最大嘅就係喺海裏面嘅抹香鯨。最後一題，澳洲本身係冇原生馬，由英國人先引入第一批馬嘅，咁又係咪真嘅呢？係。你哋都答啱咗啦！澳洲第一批出現嘅馬呢，係1788年由英國人引入嘅。玩完熱身遊戲，我哋嚟傾下偈啦。今次我哋邀請到 Sammy 同我哋分享佢同馬嘅小故事。係啦 ，Sammy 啊，你呢照顧咗馬幾耐啊？我照顧咗馬15年啦。我初初呢係 working holiday 過嚟澳洲嗰度玩嘅。我朋友呢就本身照顧開馬啦，咁我去咗佢做嘢嗰個牧場嗰度玩嘅，跟佢做嘢啦。咁佢又教我如果要照顧馬係做啲咩㗎，咁我就一路開始都冇停過咁樣同馬生活啦，咁樣咯。咁平時照顧馬其實有啲咩要做㗎？簡單嚟講都係衣食住行啦，可能夏天嘅話就俾啲薄衫佢着啦，冬天嘅話或者有時真係好凍啊，得幾度咧，我哋就會着2至3件衫。咁食嘢主要都係食2餐啦，食一啲穀物啊、粟米啊為主啦。講開食嘢，我收到希言小朋友嘅問題啊，佢問馬係咪咩菜都食㗎？馬嘅話佢就中意食紅蘿蔔啦，同埋蘋果啦，好少見到佢哋會食蔬菜，即係綠色嗰啲蔬菜就比較少。衣食住，咁佢哋住喺邊㗎？通常都住喺馬甲裏邊咧，就會有啲木糠咁嘅嘢鋪住啦，咁唔使企喺石頭啊或者係石屎地，即係咁硬嘅地方，令佢哋腳啊同埋蹄去損耗咯。即係好似我哋人有地氈咁啊，咁佢哋仲有啲咩行嘅需要呢？行可以代表行動啦。佢長期喺馬甲嗰度住，可能佢會覺得悶啦，同埋佢都需要運動啦。咁我哋有時會擺啲馬咧喺行馬機嗰度，等佢揼轉咁樣行，俾佢喐下活動下咁樣咯。
你最中意邊一個照顧馬嘅工作啊？最中意嘅應該就係帶馬去沙灘嗰度漫步同埋游水啦。對馬嚟講呢，令佢哋啲肌肉可以鬆弛啦。佢哋都好中意見到海灘㗎。咁佢哋見到啲水呢，會好似小朋友咁樣用啲前腳啲水咯。咁就你會感覺到佢哋好開心，都好靚啦。咁你可以朝頭早我哋好早出去呢，會見到啲日出啊，同埋有啲海風吹過嚟，啲馬又舒服，人又舒服，咁就大家都好精神咯。馬呢，仲有會做啲咩係會咁開心㗎？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沙池啦，佢哋做完運動之後呢，我哋就會擺佢落個沙池嗰度嘅，佢就會去中間嗰度呢，跟住就會碌地沙㗎啦。碌嚟碌去，碌嚟碌去，就好似幫自己拗痕啦。佢哋平時喺陸地上邊咧，佢有啲肌肉啊，或者有啲位咧，咁佢哋係伸展唔到噶嘛，所以佢哋喺個沙池裏邊咧就可以盡情咁樣碌地沙去伸展啦。我覺得係佢哋係開心嘅一個活動嚟嘅。你幾時開始中意馬㗎？同埋點解嘅？我未嚟澳洲之前咧，喺香港都係冇機會接觸馬㗎。嚟到澳洲咧，真係有一隻實馬咧喺你面前，可以摸佢啦，可以照顧佢哋啦。咁就去耐咗咧，會再發掘多啲佢哋得意嘅地方咯。開始越嚟越中意佢哋啦。咁你第一次見到啲馬，你會唔會有啲驚㗎？我第一次見到馬都好驚㗎，因為佢始終係好高啦，我都有啲擔心佢會唔會咬我啊，或者佢會唔會突然間擰轉身踢我啊。咁之後點解你唔驚，仲中意咗馬嘅？跟住後尾咧，原來覺得其實馬咧都係又會有唔同嘅性格啦，相處得耐咧，你知道有啲咩方法令佢唔驚你啊，或者係慢慢可以令佢對你有信心啊。你覺得騎馬嘅感覺係點樣㗎？咁我上咗馬嘅時候咧，突然間覺得，咦，個視線好似好遼闊咁樣喎，同我企喺地上面望嘅嘢係真係有唔同㗎喎。如果隻馬咧係真係明白我俾佢嘅指示啊，咁佢又會做出嚟啊，咁你會覺得啊，同佢有一個聯繫啦，好滿足，大家係一個合作嘅夥伴咯，好朋友咯。咁菲菲咧，你覺得騎馬嘅感覺又係點啊？我嗰陣時騎馬就覺得佢好特別，因為你係要用一條繩去控制佢，唔係就咁講，好似一隻狗咁，佢就會做。究竟我哋點樣可以知道啲馬係開心定係唔開心嘅呢？開心嘅話，佢隻耳仔係會向前，但係如果佢唔開心，佢隻耳仔就會向後。收埋耳仔嗰個咧，我會叫做飛機耳咯。咁佢隻耳仔咧好似飛機咁，會向後邊折埋嘅。個原因咧，可能就係唔開心啊，或者發嬲嘅時候咧，咁可能有機會會打交噶嘛。另外一隻馬咧，可能會咬佢哋啦。咁所以佢收埋隻耳仔先，唔好俾人哋攻擊到。咁如果咧有啲小朋友咧，佢好似我咁見到咁大隻馬，我有啲細膽，但係我又想試下接觸馬噃，咁我可以點樣做，或者可以點樣等隻馬知道，嘿，我同你係想做朋友㗎咁樣㗎？首先咧，我哋知道馬咧個膽比較細啊，有咩事咧都想逃走㗎啦。咁所以我哋第一樣嘢咧，可能係接近佢哋嘅話咧，動作咧就要放輕啦，同埋放慢啦，等佢哋知道咧，你唔係攻擊佢哋嘅，俾個蘿蔔你食啊，我哋係同你做朋友嘅。咁另外小朋友啊，或者好多第一次接觸馬嘅朋友啦，咁佢見到隻馬，哇咁大隻，咁佢哋好驚啦，咁一驚就會尖叫，哇！咁如果佢聽到啲咁高頻率嘅聲音咧，佢就會逃走咯。所以第二樣留意嘅就係盡量細聲啲啦，同埋個頻率係低啲啦。有時咧，我哋見到啲馬好緊張咧，我哋都會模仿佢嘅聲音，咁樣安慰佢。即係好似學佢哋講嘢咁。係啊，咁等佢唔好咁緊張咁。第一次接觸馬嘅時候咧，咁你都係慢慢行去佢面前啦，將個手板伸出嚟俾佢睇。嗱，我唔會攻擊你㗎。如果佢其實都 friendly 啊，友善啲嘅，咁你就可以開始咧拍一拍佢個額頭。咁如果佢接受嘅話，咁可以摸下佢啲頭髮啊，同埋摸下佢個面珠啊，同埋拍下佢條頸，同佢打招呼咁嘅意思咯。原來係咁，所以咧，我哋有一個小 tips 就係由佢嘅正面接觸佢，就唔好喺佢個 pat pat 度。
我想分享下咧關於馬會好驚嘅嘢啦。如果突然間有個膠袋好大風咁樣吹過咧，佢哋就會好驚嘅。佢唔知係乜嘢嚟啦，佢會覺得咦係咪 UFO 嚟㗎？就係中晒佢哋驚嘅嘢啦，就係好突然啦，同埋好大聲啦，所以佢哋會好驚嗰啲膠袋。我覺得幾得意嘅地方。今日聽咗咁多關於馬嘅嘢，真係好開心啊！多謝晒 Sammy 接受訪問，都多謝菲菲幫手做小主持啊！嚟緊就係馬年啦，不如我哋喺完結之前，同各位拜一個早年啦！祝大家龍馬精神，祝大家馬到功成，馬上開心，拜拜。世界隨意門，多謝威如提供以下報道。非一般嘅醫生藥方。大家好，我係小雲啊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，睇完醫生之後，醫生通常都會開張藥單，然後我哋就可以拎住藥單去藥房度配藥，可能係退燒藥啦、止痛藥啦。但係喺加拿大 Montreal 嘅醫生就唔止係開藥丸、藥水或者藥膏，話唔定你仲會喺藥方上面見到音樂會飛添。喺2025年 Montreal 當地嘅交響樂團同醫生協會合作推出特別計劃，醫生可以開音樂會飛俾病人，當成係一種心靈藥。如果病人收到醫生開嘅音樂會飛藥單，就唔使去藥房度配藥，而係打電話俾交響樂團，就可以免費攞2張音樂會飛去聽音樂噶啦。醫生協會嘅代表話，其實有好多研究證明到音樂對身心健康好有幫助。我哋聽音樂嗰陣，大腦就會釋放天然嘅快樂激素、止痛同情緒調節嘅物質，可以幫我哋減輕壓力、減少焦慮、止痛，仲可以改善思考同記憶力添。難怪醫生會諗到，不如開張音樂會飛俾病人都好喎。其實音樂會飛只係呢個非一般藥方計劃嘅其中一種方法，目的係鼓勵病人真係行動，做一啲有益身心健康嘅事。加拿大嘅醫生仲開過其他非一般嘅藥方㗎，例如健身班嘅課程啦、社區組織嘅會員資格、國家公園嘅通行證，甚至係一隻需要日日散步嘅狗仔添。咁當然啦，非一般藥方係唔可以直接代替食藥，但係佢哋就可以幫身體同心情一齊變返好啲。諗真啲，其實我哋都可以幫自己開一張開心藥方㗎喎。諗下有咩活動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同埋放鬆一啲。我嘅開心藥方就係可以隨口唱下歌仔咁啦。唱歌係令我覺得好開心嘅事。咁你呢？歡迎將你嘅開心藥方錄音留言。台長話過完新年之後就會喺節目入面播出嚟㗎。經過鋼閃嘅超級材料。大家好，我係 Phoebe。大家有冇試過企喺蜘蛛網前面睇住俾陽光照到閃閃下嘅蜘蛛絲呢？呢啲又幼又細嘅蜘蛛絲，原來係世界上最強韌嘅材料之一啊！科學家發現，如果用同樣粗幼嘅蜘蛛絲同鋼線做比較，想扯斷蜘蛛絲要用多5倍嘅力先得㗎。而且蜘蛛絲好有彈性，可以拉長好多好多，都唔會斷添啊！究竟蜘蛛做咗啲咩先可以整出咁勁嘅蜘蛛絲呢？秘密就係拉。原來一開始蜘蛛絲其實係液體嚟嘅，當蜘蛛吐絲嗰陣，會用後腿抓實條絲，然後用力拉。喺拉嘅過程中，液體蜘蛛絲就會凝結，而絲入面嘅蛋白質都會整整齊齊排好隊，仲會緊緊扣埋一齊。當蜘蛛絲拉到6倍長
就變成超級強韌嘅線絲啦。科學家話，將來醫生可以用特製蜘蛛絲幫病人縫針，因為呢啲線唔容易斷，用完之後仲會自己慢慢溶解，唔會留喺身體入面。除此之外，蜘蛛絲咁有彈性，話唔定仲可以整到更厲害嘅防彈背心添啊！不過有個難題，蜘蛛中意自己住，唔中意同其他蜘蛛做鄰居噶。如果見到面，仲可能互相攻擊噶，所以好難一次過養好多蜘蛛。於是科學家就諗，可唔可以唔靠蜘蛛，都整到好似蜘蛛絲咁嘅材料呢？佢哋喺實驗室入面揀咗一啲好細好細嘅微生物，教佢哋製造蜘蛛絲嘅蛋白質。之後科學家就可以好似蜘蛛咁，將啲材料拉成一條條強韌嘅線絲。有份參與研究嘅 Jacob Graham 話，佢以前都好驚蜘蛛噶，但係佢而家覺得蜘蛛真係大自然入面嘅超級工程師。下次你哋見到蜘蛛網嗰陣，記得停低欣賞下呢啲神奇嘅小工程師嘅傑作啦。IQ 題，咩花生得最高啊？ Hi Caston， 你知唔知個答案係乜嘢啊？ Hello 台長，個答案係唔係太陽花啊？好似唔係太陽花喎。我收到個 tips 啊，好似話呢種花係夜晚先開，同埋喺慶祝嘅時候就有機會見到噶啦。咁即係個答案係咪煙花啊？答案就係煙花。上一集嘅新年茶會故事，原來孫悟空計錯數啊！佢話花果山嘅猴子猴孫有88,888隻，再加雙胞胎嘅，咁呢加埋其實應該係88,890隻馬騮仔先啱啊！多謝晒清譽同埋廷睿嘅媽媽提翻孫悟空啊！講翻今集啊，今集嘅時間有限，放唔晒我哋傾偈嘅內容。如果大家想聽翻完整訪問，可以去資訊欄度揾嚟聽下噶。而下一集呢，就係農曆新年特別版，大家記得要喺2月1號之前將賀年祝福錄音 email 俾我啊！最後記得喐下手指喺 YouTube subscribe 俾 like。Apple Podcast 同埋 Spotify 5星推介，支持乜東東繼續創作啊！我哋下集見。聲音團隊考你，清譽小朋友提供 IQ 題 ，Caston 小朋友幫手估答案。世界隨意門報道員係小雲同埋 Phoebe， 訪問乜東東，受訪者係馬房助理 Sammy， 主持有故事燕子同埋黃宇飛菲菲。特別鳴謝澳洲維省香港人賽馬團體 Samuel 以及各位家長協助錄音。故事創作、節目資料搜集、文章編寫、剪接及製作，故事燕子。